年底哦，除了市长甲议员的选举，还有18岁公民权修宪案的复决，爱超过965万票修宪案才算过关。也毋过有统计显示，讲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哦，根本毋知影年底是有这个投票。今仔民间团体就邀请4个政党的代表来争取因的支持，嘛希望讲因支持18岁公民权修宪案，家写伫政见顶头，互大家拢了解。高中生不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，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想法，我们也有更快吸收知识的方式。今年高三的学生讲出望18岁公民权修宪案通过的愿望，3月立法院三读通过18岁公民权修宪案，所落来的挑战是年底的公民投票复决，要下过965万票的核定。不过根据调查，即阵还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唔知年底有复决案。现在要面对到更高的门槛，965万张，很多的民众都不是太了解，知悉度很低，然后能见度很低。民间团体初二召开记者会，邀请立法院各政党支持修宪案，4大党拢有人出席。民间团体指出，修宪案的宣传还无够，希望各政党参选人也使将18岁公民权修宪案列入政见，扩大宣传，增加知名度。投一票市长，投一票议员，投一票里长的时候，同时要投一票我们的挺18岁公民权。今天出席的4大党，相信你们一定比公民团体、比学生更有资源、更有人力。街头上面的看板、竞选的场合，可以多讲18岁公民权，多让选民知道这件事情。国民党陈明忠、民进党蔡木林、民众党蔡碧如加时代力量区显智，拢分别承诺会陆续伫各地展开宣传，各地参选人会看榜甲文宣品，也会陆续推广18岁公民权修宪案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